喜欢吗？这熊。谁说你没爸爸？我要当生过去是我有大学的，当太阳下山岗，我要把我和妈妈手机有电放下。喂。你昨天怎么了？啊，昨天晚上工作得很晚，结束以后我打你电话，你关机了。你怎么了？你肯定是太忙了，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要不今天下午我去找你吧。不用了，下午幼儿园有亲子会，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陪着，我也得去陪闹闹。那接下来我们请闹闹上台，好不好？来，闹闹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开始表演喽。每一个清晨都是妈妈叫我起床，每一个夜晚都是妈妈陪我到天亮，每次生病都是妈妈守在我的身旁，每次哭泣都是妈妈鼓励我要坚强。问妈妈，爸爸生长何方？妈妈说，爸爸在遥远的地方。问妈妈，爸爸几时能归航？妈妈说，爸爸的工作很忙很忙。我问妈妈，爸爸长得什么模样？妈妈说，你和他长得很像很像。于是我开始了盼望，盼望爸爸能给我讲个故事，盼望爸爸能带我上操场，盼望爸爸能和我一起做游戏，盼望爸爸能听取我的梦想。我不想让爸爸越来越多，不想让妈妈瓜朵牵肠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文化的话跟爸爸脚摇。曾经我的小红花都嵌满了墙，爸爸妈妈，我感谢你们，是您创造了我的生命，是您让我走到了成长。不论您在何方，我只想依偎在您的身旁。闹闹，你怎么不开心呢？今天你是表现最棒的小朋友，大家都给你掌声。他没有爸爸，我没有爸爸。妈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闹闹也有爸爸啊，爸爸在国外工作，但是爸爸最疼闹闹了。喜欢吗？这熊。谁说你没爸爸？你爸爸可爱你了，所以呢，他买了个熊，让叔叔带给你。多可爱的熊！喜欢吗？你有爸爸？你爸爸很爱你。是什么样的？他是什么样？他是什么样？怎么要费尽心思让他们在一起相处呢？我其实只是想要让孩子都和他爸爸在一起，可是他会怎么认为？而我又到底该怎么办呢？
他现在应该是幸福的，我又何必要去打扰他呢？我不就是要他幸福快乐吗？可是为什么幸福的不是我们一家三口？难道他现在心里都只有奶梦而已吗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嫂子，仁义来了。哎，需要帮忙吗？哎呀，不用了，你们2个先去院子坐，我等会端水果给你们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嫂子。先坐。哎。来，坐。哎，林总，客厅里那幅画模特是谁啊？是嫂子吗？啊，不是，自己画着玩的。挺有意思的，像我一个朋友，一个有故事的女人。你们聊什么呢？哎，嫂子，来，先吃点水果，喝点茶，垫垫胃。嫂子，你千万别太忙活了，我有碗面吃就行。那怎么行？你难得来家里，当然得好好招待你。更何况等会儿还有别的客人要来呢。谁呀？来了你就知道了。这是。哎。老婆，这时间不早了，你这朋友到底来不来啊？再等一会儿吧，应该快了。再等一会儿吧。行，等。哎，来了。终于来了，来，快进来，你们都等着你呢。这就是我们等的客人。你好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我老公的同事，叫仁义。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好。哎，都站着干嘛？坐，来。走。我来倒酒，我来倒。来，大家一起举杯。今天邀你们来呢，就是想大家认识一下，热闹热闹。嫂子，你歌唱的真好。那天咱们在 KTV， 我从来没听过女生唱《广岛之恋》唱那么好的。没有，我呢平时就喜欢听一些通俗歌曲。不过我们家逸轩啊，总是说我俗，他就爱听什么古典乐、爵士乐啊，那些啊我才听不懂呢。哎，爱宝，
像你这样的年轻女孩，听爵士乐吗？啊，我还行。难得爱宝小姐也喜欢听爵士，像她这么大的女孩，很少爱听爵士乐的。来，开动了。那仁义，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？我呀，我这人挺宅的。其实我有很多爱好，跟林总挺像的。我没事在家弹弹琴，听听音乐。你还会弹琴啊？对，小时候学过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家正好就有琴，你为我们表演一首吧。哦，算了算了。哎，你别客气了，表演一曲吧。是啊，去吧。